我们买个房子吧，就我们俩。振荣，你看见了吗？这就是我们的家。末班车驶离后的街头，空荡的世界变得寂寞，心很痛，痛不过你给的沉默，这是谁要的解脱？小苏啊，干嘛？我们买个房子吧，就我们俩，没有人可以打扰我们。然后呢，你呢就负责设计，我们俩一起来装修。这儿要摆一个照片墙，墙上挂满了所有我们出去旅行的照片，还有宝宝的。阳台上放上很多的花，在那个方位要摆一个秋千。秋千是为我准备的吗？是。那是为我准备的。我们还要养条狗。我们的家呢，不需要很大，不一定要很大，但一定要很温馨。我们两个一起守护我们的家，有你这个女主人，直到慢慢的就变老了。振荣，我到家了。心情不错呀，看来是缓过来了啊。这有一个快递，好像是说从邵医生的医院转来的。谁画的呀？邵医生，这是孩子们送你的生日礼物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如果你能来岛上就好了，孩子们盼着见振荣叔叔呢，一定要和杜记者一起来啊。